冬青，你真的要那么做吗？爷爷，我已经没得选择的了，我必须那么做啊！好嘛，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我就成全你嘛。爷爷，但是你也必须想清楚啊！来嘛，冬青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怕什么怕？爷爷，可以过干一点不？哎呀，胖臭，我还吊不住了。留你的脚好香吗？脚啊！留你的脚好香吗？真是。有病啊你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完了是吧？你完了。瑶瑶，我有个重大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别生气。说吧，我不生气。昨天我跟莹莹把结婚证领了。领证，领证，操！操！妈，领证！哎呦，我要你领证，领证！这假。老板，后面保多少？后面保多少？你是不是让绑架了？你别怕，别怕，我救你啊！哥哥也绑不了你。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防身术，当别人抓住你的头发的时候，如何快速反击？又咋的了，媳妇儿？出去玩上哪玩儿？啊！我出去别出去了，能行。哎呀，给你，能不出去？哈哈哈哈哈！